友誼賽嘅賽事啊中國香港咧就係主場迎戰一隻中國澳門嘅比賽，比賽地點係旺角大球場嘅。紅色波衫主場之利嘅香港隊，即係綠色波衫就係作客嘅呢個咧就澳門隊嘅。咁以往咧就雙方啦喺好多場嘅港澳埠際賽都對碰過好多次嘅啦。如果雙方隔開隊咧就韋斯會大戰嘅郭家樂啊嗱，先有一次埋門機會，竟然嚟自呢隻作嘅澳門隊先喎。今次咧就都不倒埋去啊，嚟自11號仔就楊力恒啊。不過呢個波就似乎一射落去咧，都係要入咧都唔係容易啊！咁啊，跟手亦都見到香港隊咧有呢個高波扯埋嚟中間，咁啊可惜呢個波扯埋咧稍稍大力咗啲咁多，你見到安美加都褪到盡嘅，都係頂唔到。係啦，另一次機會啦，今次輪到咧就係21號嘅球咧就彭子亨啊，亦都係就啱彈失咗嘅。咁啊，接應左手邊位置楊力恒嘅出波啦咁啊，叫教授都相當之猛陣啊！澳門隊咧就過咗頭咗10零分鐘之後啦，後邊就盡是香港嘅天下啦。可惜今次左永佳第一下就攞得唔靚攞漏咗。呢波嘅準備有少少不足啊！咁啊，跟手呢個角球扯埋嚟嘅時間咧就係入波啦。咁啊，亦都係個落點相當之靚啦，加上就鐘樂安咧喺個位置咧係身邊有冇對手係壓迫住佢令到佢能夠可以用個大髀將個波撞咗入網嘅。係咁呢下似乎判斷上面啦，門將何文輝都要負上好大責任添好啦，問另一次機會咯，見到就華頓接翻埋，諗住喂俾李小恒都開齋㗎啦，偏偏呢一球波咧就頭槌中楣菜蛋糕。咁啊，真係喺嗰個邊路位置咧，真係你見到亞華頓咧，真係發揮到淋漓盡致啊！速度、技術，咁啊加上個傳送亦都準㗎。咁啊，依下就右腳地波撳出嚟咧，就完全係交咗落去俾李小恒隻腳嗰度令到佢能夠可以將個波撞咗入網，射成2-0。只係前面一下逼搶啦，跟住亞華頓連過2關添㗎啦。最後咧鞋底再搓過埋今次豪相啲瀟灑，有個送到埋嚟喂俾李小恒都開齋啦。即係27分鐘，中落開齋，40分鐘李小恒都係第一個大港腳入球嚟嘅，大家都係開齋波。咁之後仲以為李小恒有嗰啲梅開二度添㗎，但係結果呢個進攻角球方面咧吹罰咗進攻犯規喎冇辦法啦，因為球證都響咗雞在先可以話係。如果上半場咧就2-0下半場咧就香港隊大量換人連換4個入嚟啦。如果嗌華孫銘謙余子南等全部入晒場㗎啦先有高波轟炸嚟自一隻王威嘅喎。呢個波就右路嘅艾華咧出個波落點好靚可惜王威個波頂得咧角度唔係太夠咁啊跟手亦都見到就余子南嚟一個中距離嘅施射，呢個波就真係俾對方嘅門將嘅表演咁到下半場香港隊都希望可以咧就錦上添花嘅，亦都有幾多勁射埋去。咁啊同樣個勁射方面澳門都有呢下轉身勾到波埋嚟自張海山，但係局到英雄輝葉鴻輝噃。不過都算係唔錯㗎啦，射得。高波點樣搞法先送到埋嚟，頂翻出嚟之下又係你余子南哇！真係腳都唔要添照借埋去，對面3個人一齊山閘㗎啦，如果4個人插埋一碟。不過好彩就冇乜事，跟手亦都見到顏卓彬嚟一個中距離嘅施射，呢個波就緊柱邊出界嘅啫。咁你又遠射出埋又多少旋轉，但係及後最大機會入波嘅球係佢喎，史提芬彭利拿呢下兜環避過一關。勁正埋佢都相當之行㗎啦，但係好嘢門將成功救翻出線啦。佢就係霍繼山先生亦都喺現場咁啊呢個波係值得鼓掌嘅，跟手就最後啦，呢個波就掉埋嚟咧，就真係爭少少稍微濕。好啦，全場保持6分鐘，完成咗場呢隻友誼賽嘅比賽啦。結果就中國香港最後係2-0擊敗咗中國澳門嘅順利咧就響一隊嘅比賽事方面咧就連贏7場賽事。7連勝，2個波都嚟自上半場嘅，咁先係嚟自咧就係周元德嘅入波。咁呢邊子南就都好似有啲落寞，我見到佢好，睇埋就係全場統計數字啦，咁多人就射門次數射門嘅次數喺面倒啦。香港隊就有21次埋門，11次係命中目標嘅。澳門都錄得7次埋門就3次中目標其實就下半場方面見到有下張海山轉身勾射埋都幾精彩嘅。撲救方面澳門嘅門將好啦，最後咧就擊敗咗咧就係澳門隊嘅2-0啦
非常之開心啊！咁啊，首先恭喜晒鍾樂安就率先咧就先開紀錄先啦嚇。係啊，咁啊跟手就即係小行嗰個波就似乎都係唔係有咩難度嘅，咁啊加上就阿華頓都直情擺到落去右腳位嗰度噶啦。係啦，所以就鍾樂安同埋李小行都攞到佢哋嘅第一個喺大港嗰啲入球啦，恭喜晒鍾樂安同埋李小行兩位嘅入球功臣。咁當然就其他嘅隊友方面啦，咁都俾咗好多嘅努力大家啊！未必話真係咧就係搏到盡、谷到盡嘅，咁更加緊要咧就過幾日嗰場嘅直播賽事，3月25號晚上8點半鐘，香港隊咧就將會作客對新加坡嘅比賽，下週半有圍賽賽事。咁但係最要呢場友賽方面咧，順利就贏到波，同埋保持住一張咧就清白之軀先喎嚇。咁啊，面對住澳門，其實就要贏都唔係話十分之困難嘅，只不過就自己嘅本身個發揮係咪能夠達到預期嘅啫嚇。咁啊，再一次恭喜晒香港隊啦！咁啊，似乎現場有個訪問喎，不過而家就將時間交俾現場嘅訪問先。身邊有郭家樂教練，郭 Sir 先評價一下自己球隊今日嘅演出。最緊要就係個方向正確，咁我哋冇縮後啦。我哋嗰個壓迫戰術咧，頭嗰20分鐘非常成功。咁啊，但係佢哋破咗我哋個壓迫之後咧，我哋開始體能下降之後咧，我哋需要做調整。但係咧，我即係非常之 proud of 所有嘅澳門球員啦。由第一秒做到最後一秒，雖然今日入唔到波，但係個防守同埋個執行性非常好，我為一班球員驕傲。同我哋評價一下港隊嘅演出咧。港隊當然佢哋因為有後顧啦，佢哋有新加坡嗰場波啦，咁佢哋喺兩個機會啦，一個角球啦，同埋我哋一個後防失誤把握到，咁佢哋係值得去贏呢場波。希望佢哋下場波喺新加坡可以全取3分。多謝郭家樂教練。哇！郭 Sir 都覺得一樣嘢啦，都好緊要啦。只係始終香港隊嘅目標未必喺呢場比賽度啊，主要係嚟緊對住新加坡嗰場賽事先係最緊要嘅。咁啊，當然啦，即係嗰場先係叫做係一個正式嘅比賽啦嚇。咁啊，所以又即係大家嗰個睇法都唔一樣。咁啊，但係嘅球證有一啲球員今日咧似澳門嘅一隊賽事加埋就7連勝啦喎。